濕身玩全球最長滑水梯，極速飛起。喂，跟我嚟啊！11米嘅滑水梯啊，好緊張啊！我哋快啲嚟試下啦！今次試玩嘅係全球最長最高嘅極速摩天滑水梯，高11米，長54米嘅滑水梯，睇見都已經好刺激啦！哇，好高啊！好緊張啊！我未試過啊，第一次玩呢個咋。睇下小朋友已經同美女姐姐加油吶喊啦 ！Eagle 已經坐咗喺滑梯頂準備就水，工作人員先用水將佢噴濕，然之後就衝落嚟啦！哇，衝到好遠啊！好玩啊！身高滿110厘米嘅大細朋友，亦都可以挑戰高7米長、28米嘅輕量版衝天滑水梯。好玩啊！好似頭先咧上到去咧係飛落嚟㗎，唔係掂住嗰個㗎，係飛落嚟㗎，好刺激啊！想玩多次啊！去啦，拜拜。Eagle 睇到小朋友玩得咁興奮，亦都要求試玩輕量版嘅衝天滑水梯。點解你哋唔係飛㗎？呢個都驚驚地㗎，兩個都好好玩喎，兩個都好想玩啊！再玩過啦！